宏安集團由主席鄧清河先生於1987年創立，1995年喺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係香港規模最大、管理街市數目最多嘅上市公司，業務多元化。旗下4間上市公司：宏安集團、惠源糖藥業控股、TNG 資源控股及中國農產品交易，經營房地產、國際認可香港超級品牌藥行、資源開發及農產品批發市場業務。4間公司總資產超過70億港元。集團於90年代開始參與農業物流相關業務，於華南奠定街市業務翹楚嘅地位。宏安集團喺2005年至10年期間開始參與構建全國性批發市場網絡體系，先後係香港、武漢、東莞、常州、徐州、玉林6個城市，以全資、控股或參股經營農副產品綜合批發市場。2009年，集團將業務注入中國農產品交易公司，整合成巨型現代化農副產品物流中心網絡。布點錨定於華中武漢，縱貫華南華北，橫跨華東大西南，每年度總交易額逾400億元。總結集團6年嘅經營成果，能成為我國主要農業批發管理企業之一，感到驕傲。武漢白沙洲農副產品大市場位於湖北省武漢市，市場規劃佔地1100畝，係國家發改委、商務部、農業部重點支持市場及武漢市2004年市級重點建設工程項目。市場以蔬菜、水產、海鮮、糧油、果品、乾條等一系列交易區域，年交易總量達400萬噸，銷售總額達125億元，佔據武漢農副產品批發市場70%至80%，交易量和市場嘅輻射範圍喺全國同類市場中位居前列，成為華中地區名副其實嘅物流中心、信息中心、價格中心、檢測中心和集散中心。位於廣西自治區玉林市嘅玉林雲進農副產品批發市場，係廣西壯族自治區統籌同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嘅重大項目。市場規劃佔地2000畝，建築總面積60萬平方米，分3期開發，主要批發糧油副食產品及蔬菜水果產品，附設倉庫及冷庫等現代化批發市場應配備嘅設施，而形成蔬菜區、果品區、糧油區、副食品區、冷凍食品區、綜合交易區同埋特色批發街6區1街嘅經營格局。目前玉林有近1000戶經營戶進駐，好有前途㗎嗰隻市場啊！自2010年3月31日正式開業交易以嚟，農產品優質新鮮、先進嘅交易系統，吸引來自全國各地嘅客商喺呢一度進行交易。年交易總量達100萬噸，銷售總額達30億元，市場規模同成交量逐步攀升，成績理想。繼整個市場建成後，將覆蓋全區、華南地區等地，成為兩港規模最大嘅農副產品批發市場之一。區內重要農副產品集散中心、價格中心及現代化嘅農副產品物流中心。徐州農副產品中心批發市場位於江蘇省徐州市，佔地300畝，經營設施16萬平方米。市場擁有果品、蔬菜、乾果乾條、糧食、水產品、禽蛋等8大專業市場。市場交易範圍覆蓋淮海經濟區20個地市，係一處以果品、乾貨、水產批發為龍頭嘅省級農業產業化批發市場。目前市場嘅果品供應量佔徐州市總需求量90%以上，糧食佔60%，水產品佔70%，係
該市鮮活農產品流通嘅主要渠道，亦都係淮海經濟區最大嘅多業體綜合性農產品交易市場。市場先後獲得農業部鮮活農產品定點市場、江蘇省文明市場、農業產業化省級重點龍頭企業等榮譽稱號。市場越發展得越大，我們客戶越賺錢越多，非常高興。生意做得我們都蠻好的，亦對帶動農民增收致富發揮咗重要嘅作用。東莞立信國際農產品貿易城位於廣東省東莞市，市場佔地600畝，經營面積70萬平方米。貿易城設立辣椒、調味品、蛋品、糧油、凍品、土特產、副食糖酒、生鮮等8大交易專區，現設鋪位2970個，25000噸冷庫群，10萬平方米儲存配送中心同43萬平方米加工配送中心，同商務寫字樓2.7萬平方米，係珠三角地區交易量最大嘅辣椒、調味品、土特產市場。蛋品交易量名列廣東第2，凍品交易量位居華南地區第3名。年市場交易量近300萬噸，市場總額達105億元，位列全國市場前列，取得良好嘅經濟同社會效益，為繁榮農副產品交易、發展農村經濟、促進商貿東莞發展做咗應有嘅貢獻。常州寧家塘農副產品批發市場位於江蘇省常州市，市場佔地570畝，總規劃建築面積55萬平方米。市場經營來自全國20多個省市嘅蔬菜、果品、糧油、水產品等農副產品，1000多個品種，輻射長三角地區嘅50多個縣市，長住經營戶1600多戶，年交易總量達400萬噸。銷售總額達180億元，輻射蘇浙本及華東地區，係江蘇省規模最大嘅農副產品批發市場，華東地區重要嘅農產品集散中心，價格中心，名列全國8強農產品市場第4名。中國東盟鄢州農產品大市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創造一個擁有19億消費者、國內生產總值近6萬億美元及交易總額近4.5萬億美元嘅經濟區。按人口算，將為世界上最大嘅自由貿易區，以經濟規模，將係世界上由發展中國家組成嘅最大嘅自由貿易區，僅次於東盟同北美自由貿易區。市場位於廣西欽州市金海灣西大道，項目用地面積約為993畝，規劃建設建築面積約34萬平方米，項目總投資6.6億元，包括含商鋪、交易大棚、加工車間、綜合服務、電子結算、電子商業服務、冷鏈、儲存等功能建築。香港特別行政區現有3個政府農副產品批發市場，位於九龍區嘅長沙灣副食品批發市場、香港島西環嘅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同埋位於新界粉嶺聯和墟嘅北區副農產品批發市場。同時，更以香港最北嘅區域作為市場據點，貫通廣東省深圳市、中港3條邊境過境順道，成為國內供港蔬菜嘅主要集散地。總計供應香港約40%蔬菜。宏安集團憑住豐富經營街市嘅經驗，成功摸索出全國爭相仿效嘅農改超模板內，於香港亦創立新一代街市品牌萬有街市，管理共15個中式街市，並創電子貨幣收費模式等，
為街市嘅顧客帶來商場式嘅購物感受。宏安集團亦同國家農產物流龍頭上市公司深圳市農產品股份有限公司強勢聯合作深圳市集貿市場有限公司，專門從事街市策劃、經營、管理同埋服務，係全中國首家通過國際 ISO 9001質量認證嘅零售集貿市場企業，被列為行業城鎮經營示範單位。發展、完善及改造農產批發市場為中國持續落實嘅政策。集團一如既往全力支持政府，並深信中國各地農產品貿易前景豐厚，在不久嘅將來建立全國性嘅農產品交易市場網絡。